乡亲啊，农历的7月要到咯，台南的赤坎社区发展协会特别开课程，教人做普渡公灯，要来传承这项已经咧消失的技艺。台南市中西区赤坎社区发展协会办普渡公灯的工作坊，这嘛是台南市社区头一摆办。 希望讲，这个慢慢啊消失的记忆，会当传承，和少年人知影这个传统文化。文青的一个作品啊，对，也是希望可以就是让技艺传承，然后也让年轻人认识传统的文化。有大人带囡仔做伙来参加，就来讲亲手做，会当印象较深，嘛会当学到传统艺术。想说让小朋友多体验那个台湾的一些历史文化，这样子，对，很有意义。 哦，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，7月普渡的文化。普渡公灯有真侪种，即摆协会以布灯为主，伫布面为图写字，完成的作品会当扎转去。古早时啊，伫农历的7月初1开始，家家户户伫门口拢会挂一拍伫过日的古仔灯，目的是要替这好兄弟啊点一拍灯，甲因指路。即摆已经真罕见啊！透过工作坊的课程，和这个传统技艺会当传承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